啊，求你应允我们祈求。咱做伙来祈祷，为咱家己，为咱的家人，为咱所关心的人，咱做伙对上帝来求讨。感谢主，你的扶持，感谢主，你扶持阮，你扶持我。我
主耶稣，阮感谢你。伫阮拄着艰难困境的时阵，拢是主扶持陪伴阮。阮知影是你创造宇宙万物，是你应允赏赐福气。凡事拢有主上帝你的时甲权，一路上的试探甲难关，拢是主互阮的试炼。阮祈求主会当应允阮的祈祷，亲像应允雅比斯的祈求同款。愿上帝时常甲阮同在，开阔阮的境界，保守阮伫将来袂搁再拄着患难，袂搁再遭受困苦。愿上帝赐福互阮，甲阮的家人。愿上帝应允阮的祈求。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